歡迎收睇康健國際健康全接觸。我哋成日食嘢咧，食得多之後咧，就話身體咧儲起好多脂肪，啲脂肪咧走咗去啲手啊腳嗰度。但係原來啲脂肪咧都會匿喺呢個肝裏邊咧，我哋就叫做脂肪肝。今日請嚟嘉賓咧，同大家講解一下咩叫脂肪肝。歡迎鄭醫生。鄭醫生咧就係腸胃及肝臟科專科醫生啊，鄭桂花醫生咧今日同我哋講解下脂肪肝呢一方面嘅問題。鄭醫生，咁我哋成日話脂肪肝，乜嘢叫脂肪肝咧？其實脂肪肝呢個醫學名詞咧，好清楚指出咧，就係話過多嘅脂肪積聚喺個肝裏面。咁咩為之過多咧？就係話如果個肝裏面嘅脂肪係總重量係大過5至10%嘅肝嘅總重量嘅話咧，就為之脂肪肝啦。咁點解啲脂肪咧會匿喺個肝裏邊咧？其實肝咧本身係一個好重要嘅器官嚟嘅，佢可以生產同埋儲存嘅能量。咁而脂肪本身係一種能量嚟嘅，所以當脂肪如果過多嘅話，佢輸送到去個肝嘅太多嘅話咧，就如果我哋負荷唔到嘅話，會積聚喺個肝裏面。咁有咩人士會特別容易出現呢種脂肪肝嘅咧？咁基本上咧，脂肪肝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咧就係酒精性嘅脂肪肝啦，就係飲酒啲人容易引起。咁而第二類咧就非酒精性嘅脂肪肝。咁咧就可以咧就係外來嘅原因，譬如啲病人可能需要食一啲抗生素啊、心臟藥啊，或者類固醇啊，或者係女性嘅荷爾蒙咧，就呢啲病人咧就都可能會患上脂肪肝。咁而第二類嘅病人咧，就可能係比較肥胖少少啦，咁咧就係中年嘅女性啦，或者係本身佢有啲糖尿啊、血壓高或者血脂比較高啲嘅病人咧，就會容易引起脂肪肝。係咪肥嘅人一定有脂肪肝，或者飲酒嘅人一定有脂肪肝咧？瘦嘅人就唔一定有咧？基本上咧就肥嘅人或者飲酒嘅人就患呢個病嘅機會率就會高啲。咁如果瘦嘅人會唔會冇嘅咧？其實瘦嘅人都可以患脂肪肝嘅。咁就尤其是佢哋營養不良啦，或者係喺一個短時間裡面要咧減一個體重，咁咧就因為身體咧就會自發性咧就將其他地方嘅脂肪咧就係運送到去肝裡面嚟製造咧就係能量，所以都會可以話係脂肪肝嘅。咁如果你話呢個脂肪肝咧對身體咁大影響嘅話，咁我哋一般自己會唔會有啲咩感應，有啲先兆咧，知道自己係有脂肪肝呢個情況咧？大部分脂肪肝嘅人咧，就可能未必有病徵嘅，可能有40% 至100%咧，就都冇乜病徵。咁佢哋如果有嘅話，通常都可能係上腹有少少唔舒服啦、攰啦，或者係周身冇力咁樣樣。咁而身體檢查亦都可能發覺有輕微嘅咧，就肝臟發大。咁就驗血咧，可能肝嘅酵素比較高少少。咁咧就醫生咧亦都可以做個超音波嘅檢查，或者係咧就係電腦掃描嘅檢查嚟咧就係斷定佢有冇患有脂肪肝。但係如果呢啲檢查都唔可以咧，就係俾個答案我哋解釋到佢嗰個肝酵素點解會高嘅話咧，可能最終就要抽一個肝組織嘅檢查啦。其實一般嚟講，如果患上脂肪肝咧，對一個我哋一般人嚟講，生活有冇啲特別影響？可以話有，可以話冇，因為其實頭先我所講啦，有大部分嘅人你未必有咧就病徵嘅，但係如果脂肪不斷咁樣積聚喺肝裡面，其實等於同咧就係個其他病毒性嘅肝炎咁樣樣，佢會不斷喺度咧就係發炎，最終有3至5%嘅病人可能會引起咧就係纖維化嘅肝，或者甚至肝硬化，最終亦都會有病變嘅。而家醫療技術可唔可以幫到佢哋咧？醫療嘅技術嚟講咧，就現今咧就係冇一隻藥咧可以100%可以咧就醫中脂肪肝，咁就係基本上我哋都係要對症下藥啦。譬如個病人本身係比較肥胖啲嘅，我哋會建議佢咧就係盡量咧就係減肥，咁咧就係飲食要均衡嚇，咁就係如果飲酒嘅病人就建議佢就唔好再飲酒啦。仲有啲乜嘢要注意嘅地方咧？如果病人有糖尿或者血壓高或者血脂咁樣內分泌嘅不協調嘅病嘅話咧，就要請求醫生幫佢盡量咧就控制好呢啲病。咁若果一個人患上呢個脂肪肝咧，咁好似你話齋，已經係醫翻好啦，冇呢個事啦。咁第日會唔會再翻嚟嘅咧？理論上咧，就如果可以頭先我所講嘅習慣啊，或者係醫治你病情可以控制得到嘅。